森啊，喺惠州海邊攞套複式單位係點樣嘅咧？跟住鏡頭上去睇下，7萬蚊攞低一套700尺嘅海景單位，但係實際面積用到去到1000幾尺嘅。你諗下呢套單位係位於惠東嘅雙月灣，深圳香港過嚟都係個幾鐘路程嘅啫。咁成個客廳開間4.6米，足夠晒一家人嘅居住使用啦，包括埋啲朋友開翻個 party 就 OK 嘅。呢個位置係本來係做一間房嚟嘅，或者係你後期可以做成一個露台啦，望向一線嘅海景，咁嘅享受梗係掂啦，係咪先 ？Nice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轉翻過嚟門口位置睇下，佢嘅廚房咧係屬於開放式嘅廚房嚟嘅。只可以做電磁爐啦，唔可以明火設計嘅。然後呢個洗手間位置，空間都係足夠使用嘅，乾濕分離全部幫我安排好晒。我哋而家上去2樓睇下，上到嚟2樓係屬於休息區部分啦。首先呢一邊係一間細房嚟嘅，如果你係得2個人住，呢間房可以作為一個衣帽間啦，或者係書房都 OK 嘅，客房都冇問題。呢一邊有乾濕分離嘅洗手間位置，然後嚟到你間主人房啦。個空間感係非常之十足嘅，包括埋向南個採光同埋通風 very good 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咪先？個床咧2米大床，衣櫃啊，包括埋你嘅梳妝台啊，位置足夠晒。望向外邊所有嘅複式單位咧，全部係望向大海嘅一線海景。呢套單位你中唔中意咧？中意嘅話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。最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 like。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！